其實你唔使一直糾結，要唔要結束一段關係，亦唔使拼命掙扎，因為睇似係你做緊選擇，其實一切都係命運安排。你遇到佢係因為佢剛好同你能量同頻，可能你而家好急切想要一個答案，付出咗就渴望回報，係嘛？但嗰個答案可能真係唔再重要，當然會遺憾啊！你花咗時間用真心去愛，點會唔遺憾？你哋仲有好多事未一齊做，但人一定要有翻篇能力。如果成日捉住過去唔放，對受過嘅委屈念念不忘，喺無法改變嘅事上不斷消耗自己，你只會越嚟越唔快樂。接受自己可能行錯路、愛錯人，接受自己唔被愛，接受付出冇回報。作為成年人，我哋要學會為自己埋單、認栽，然後瀟灑離開。如果你真係愛佢，就等佢去愛佢想愛嘅人啦。我知道放低好難，但唯一方法就係徹底接受結局，唔好再多諗，亦都唔好再有掉價行為，坦蕩啲，唔好扮深情，實會有人嚟愛你㗎，唔使擔心。